以动画为主题的桃园灯会，昨暝嘛进入着尾声。市长陈文灿专工到场，甲市民做伙看花灯。非常古早的花灯伫荧幕中灯饰，2019年桃园灯会，沿着8公里长南坎溪水花设伫4大灯区，以动画为主题，迎合出温暖甲儿童趣味的氛围。 带来全新的灯会体验，嘛吸引袂少民众翕相赏灯。无啥精彩演出，炒热气氛。灯会最后一天虽然咧落雨，桃园市长陈文灿来到闭幕典礼，甲市民同乐。被问到桃园灯会敢会当搁再延期，陈市长表示讲。 我想的是需要闭幕，我希望灯会结束之后，可以有一个夜游南坎溪的设计，更多的灯光照明跟步道的系统。2019桃园灯会完美结束，市民嘛非常期待未来南坎溪会变甲愈来愈水。